怎么着啊？这次又进来了？唉，瞧你湿哒哒的样子，很冷吧？啊？要不要来我旁边烤烤火？我说你啊，这是第几次潜入我家里来了？怎么着？太想我了？还是说我之前的警告你就没放在眼里啊？哎，我很忙的，你懂吗？成天这样子的话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敢在晚上一个人好好的睡觉啊？啊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在晚上好好的睡觉呢？嗯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也猜到了，这几天你来我这里的规律。去吧，饭菜什么的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去吃吧，没有什么问题的，相信我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我先吃，毕竟这么大的屋子就我一个人，我也挺寂寞的。所以啊，你来我这里陪陪我，倒也是挺好的，对吗？好了啦，快过来。你看看你啊，头发都湿成这个样子了。我这里也没有别的，纸巾吧，我帮你擦一擦。当然不麻烦了，我把你啊，一直就当做来我家做客的小妹妹。只是之前和我不太亲近，今天就当做你跟我亲近的第一天吧，好吗？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这个纸巾啊，擦一擦就湿透了，真的是。以后啊，要来我家，你就直接敲门就可以了，对吗？毕竟我不是坏人。来，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怎么会擦头发呢。算了，这样吧，先去吃饭吧。等一下，我用吹风机给你吹一下就好。相信我了，好吗？我不是坏人，我真的不是坏人，相信我。啊，来吧，跟我过来啊。还是说你要自己走过去啊？看样子你偷偷摸摸到我家里来，已经把我的家摸得一干二净了。哈，比我还熟呢。啊，嗯，对，那边有个酒窖，你喜欢什么酒自己拿吧，不要跟我客气。
多吃一点，这样子你才会更好看，更漂亮。今天呢，我已经让你从不敢跟我说话，到开始愿意接近我，从开始愿意接近我，到现在愿意在我面前，在这大房子里到处乱走。唉，相信我吧，我呀，会让这里变得更好，更加温馨，让你更愿意接近我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